現今社會對融合教育需求與日俱增，故此香港教育大學推出嘅3年兼讀制教育榮譽學士特殊需要課程，享譽20幾年。課程為一啲喺主流或特殊學校中需要照顧有特殊需求學生嘅教師提供專業培訓。課程教學語言係以中文為主，亦都有部分課程會以英文為輔助教學語言。喺實習課中，學生需要喺聘任學校安排自己嘅實習。此外，喺畢業專題研究中，需要收集資料、深入探究，提升專業水平。喺學術發展方面，畢業生可以獲得特殊需要學士學位，提升學術資歷。並且課程可以協助唔同專業嘅畢業生以繼續事業發展或進修研究生課程。喺專業發展方面，本課程為畢業生提供多元路徑，即使畢業生最初未持有教師培訓資格，亦都可以向教育局申請成為註冊教師，喺特殊學校中為學生提供支援。如果已經持有教師培訓資格嘅畢業生，可以選擇喺原任學校或特殊學校工作。唯本課程並不適用於取得合格幼稚園教師資格或特殊幼兒工作證書。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可以瀏覽以下嘅網址。本課程包含教育研習主修科目嘅核心科目、跨學科課程及選修科目。畢業專題研究分為畢業論文或總整專案，而實習分為2個部分。另外，課程仲包括通識教育及英語增潤課程，以及2個額外共6個學分嘅課程，專為未接受過教師培訓嘅學生而設。選擇畢業專題研究嘅時候，學生可以從學院5個部門嘅專業領域中選畢業論文或總整專案。以下係為修讀本課程嘅學生推薦嘅一個較為具體嘅學習計劃。第1年同第2年修讀核心課程，第2年同第3年修讀選修課程，畢業專題研究同學校體驗。課程為期共3年，分為8個學期，每個學期設2至3門課程，含核心同選修課。核心必修課由課程團隊預先安排。線上註冊嘅時候，學生可以自選選修課，並且需要從 A、B 範疇各選3門主修選修課。咁樣課程有乜嘢畢業要求呢？學生需要完成本課程所有必修同選修學分，並且進行2次實習。成績方面嘅平均績點需要達到 2.00 或以上。同時亦想提醒大家，作為特殊需要教育課程嘅學士，對學生嘅態度應該採取 CPR。C 代表關愛， P 代表專業， R 代表尊重。教育局教師資格措施：學生需要喺學校入邊進行實習。學生需要規劃喺邊種學校種類進行實習，例如中學或者係小學。一般嚟講，2年嘅實習喺同一學校種類進行，會增加該學校種類嘅錄用機會。為最終錄用與否，仍然決定於教育局嘅評審。香港教育大學教務處會為畢業生提供相關畢業文件，同時教育局會為新任教師提供資格評估。為此，局方會檢視課程教師培訓水平、實習地點同學校層級。特別需要注意嘅係，此評估同成績單相關事宜所參照嘅範本，適用於兼讀制學士特殊教育課程，且為2022年5月27日修訂發布嘅版本。本課程嘅畢業文件會提供以上嘅資訊。喺專業資格或職業前景方面，教育局新措施實施之後，各招聘學校同教育局將會根據具體嘅情況考慮學員喺主流學校嘅常規教學職位。我哋會喺課程集會為你提供關於學習同職業道路規劃嘅參考。喺度介紹一下本課程嘅課程主任同實習統籌詹浩陽博士，本課程嘅副課程主任黃思敏博士。如果你有任何關於課程嘅查詢，歡迎聯絡課程辦事處。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實習嘅查詢，可以聯絡課程實習部門。多謝。